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財富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2026年7月2號。美國通脹攀升去到2023年4月以嚟嘅最高水平，市場預期聯儲局將會加息而非減息。投資者應為利率更長時間保持喺高位嘅環境做好準備。股票方面，雖然國際市場經歷強勁嘅反彈，但我哋繼續睇好美股，受惠美國企業穩健嘅盈利、強勁嘅自由現金流，以及由人工智能帶動嘅資本開支週期。我哋建議可以採取多元化嘅投資策略，既可以捕捉市場輪動嘅機會，又可以捉緊美國公司目前提供嘅強大現金流優勢。今輪通脹主要受能源成本同埋地緣政治風險推動，同疫情後受供應鏈問題引發嘅情況唔同。聯儲局嘅態度已經轉趨鷹派，暗示今年可能加息，加上嚟緊政策嘅指引可能減少，預示市場嘅波動性將會增加。近期股市同埋匯市嘅波動性雙雙走高，對於具備合適風險胃納嘅投資者嚟講，可以考慮另類投資同埋實物資產，例如黃金、專注喺基礎建設嘅私募基金，同埋大市相關性較低嘅對沖基金，或者可以為投資者創造多元回報來源，有助分散風險。今集嘅金融市場短評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